今仔日的讲道，自古以来，耶和华就是竞选的神，请曾牧师。咱当心来祈祷，主愿主这伫圣殿的内底，今仔日愿通过礼拜，我们领受上帝你所予阮的一个责任，就是为着教会新的长执来做选举。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经历所要用的人，虽然是通过人的选举的动作，但是愿上帝赏赐你的感动伫阮的中间。你生活今仔日的礼拜，互这个礼拜成做一个负责任的礼拜，互这个礼拜成做一个用祈祷来起造属灵的团队的礼拜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用你的话来安静阮。互阮伫你的面前讲阿门，阮伫你面前祈祷，我给所有性命阿门。首先要欢喜，感谢咱每一个今仔都来参加礼拜的兄弟姊妹，特别对台中倒来的咱的兄弟，参加今仔日的礼拜，就是咱表现出咱伫这间教会内底，咱当心负责任的礼拜。牧师嘛要甲恁讲。特别咱教会的青年、青少年，虽然恁要搁伫教会内底还没有投票权，但是恁参与，这就是一个礼拜。原来咱的教会选举甲外面的社会选举无共款，无论有投票权无投票权，这叫做会员大会。有责任感的兄弟姊妹，伫这种的会员大会的礼拜一定出席。就算做袂当出席，有责任感的兄弟姊妹，因一定爱请假。这就是为什么咱的教会要举办这个会员和会时，咱会公告2礼拜，就是互袂当参加的人，会通伫这个中间带到，嘛用负责任的心讲，牧师我这礼拜袂当参加，但是我为着教会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教会。真欢喜，咱大家今仔日做伙组织伫这个所在。伫咱要投票进前，牧师所讲的这2段圣经，拢甲选举有关系。但是牧师要甲恁提醒，恁已经拢真知影，但是咱只不过去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过一摆信仰个别讲，主啊，阮的选择是你交代阮的责任。但是事实上，应该是上帝你经你所要使用的路径。会记得耶稣讲是我经你，毋是恁经我。阁有受经的人做路径，袂通悬过竞选伊的主人。换一句话，伫咱教会中间，无论是牧师，无论是长老，无论是执事，咱拢应该用服侍上帝的心。彼此谦卑，在咱中间无分关系，都只有用咱的主的欢喜做咱的欢喜，用主的心意做咱的心意。如果恁若斟酌甲回想，事实上对于旧约的圣经到新约的圣经，有真侪故事拢咧讲起伫重要的事工顶悬，上帝经伊的路径。咱上有印象的，就是摩西受上帝所拣选。对少年摩西就是一个真有意见、真有主张、嘛真有能力的人。所以你若了解摩西的人生，你就知，伊伫少年的时阵，捌大发热心，为着上帝仗义直言。所以摩西是这种的人，但是直到上帝要用伊的时，上帝伫西奈山顶拣选伊。40岁的时阵，伊仗义直言，上帝无用伊。经过40年，上帝的操练，互伊安静。伫伊80岁的时阵，上帝经伊。然后对80岁到120岁，有40年的中间，摩西尽心做上帝的工人。有真侪故事拢咧讲起。上帝呼召
竞选。我嘛要甲兄弟姊妹讲，今仔日咱坐伫这个所在的人都当选了，你无思考可能，你是形容词。咱坐伫这个所在的人，无论有做这事无做这事，有做长老无做长老，咱拢做上帝的囝子，叫做基督徒。因为注敬咱有分伫以属灵的家庭的内底，所以重要就是咱受敬。在这个大家庭中间，同心合意，做伙来起做上帝的圣会。我真爱今仔日的诗篇89篇。伊讲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好，有一条诗歌恁会记无？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到永远我要唱，对吧？这条诗歌真水的是。咱每一摆聚会伫上帝的圣殿，基本上咱是用学了。礼拜今仔圣经讲，伊就是圣会，就是分别最圣的时间，是上帝分别最清气圣洁的兄弟姊妹。咱做伙进入这个礼拜堂，咱伫这个所在讲起耶和华的信心，咱伫这个所在讲起耶和华的慈爱，然后咱行去上帝的声讲。我要竞选，我要使用的家庭甲使用的人，我甲伊立约，甲伊的子孙立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对88年前，伫一个家庭叫做庄德明长老因的家庭，咱的教会伫德堂开始的时到今仔日，6时代，上帝经。伊所使用的工人，有机会牧师甲恁分享，咱的教会是一个有历史的教会。第一本的中集会，第一本的小会记录，到今仔还阁留咧，保存了真好势，放伫咱的教会的教育馆，咱的档案的内底。所以对头一日开会记录，一直到今仔日，上帝经什么人，经什么人，经什么人。咱的教会真要紧，要未牧师进前，上帝就叫3个长老。所以咱教会80周年的周刊，恁倒去看，迄个中间有3个真要紧的教会开始，毋是长老，是3个家庭。陈查某就是庄德明，就是庄本入长老因的家庭。还有就张统基，就是张春丽长老因的家庭。个庄德明长老、庄兄，上帝互咱的教会一代搁一代，愿天父上帝圣化今仔日的礼拜，互今仔日的礼拜选举是一个传承，是一个再出发，是一个重担，摕落来，甲放伫一个少年人囡仔的身上。泰雅族有一个真水的故事。迄个故事叫做《射日英雄》，恁若捌听过的人，恁马上点头，恁就有印象。伫古早抗旱的年日，传说泰雅族讲，迄个时阵天顶有2粒日头，所以这个土地有2粒日头过头的这个热量，所以抗旱炎热，所以呢祖先感觉强要灭活咧，所以因就派一个英雄。你去远远的所在，将迄粒日头，该射一粒落来。故事就是安尼，一个少年的英雄，勇壮年轻，但是伊知影这条路真远，伊知影伊检采无法度完成迄个使命，所以部落的耆老族长就交代伊，牵一个细汉囡仔，甲伊做伙行。所以，一个勇士带一个囡仔，因就做伙勇前行，行。后来，这个勇士年老，一个少年囡仔，伊完成这个使命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是神话，因为我相信，一起头日头就只有一粒，因为我相信，上帝创造天。甲地，上帝做日月星辰，
伊将日过七星摆伫天顶的顶悬，然后互咱抬头仰望的时光，人算做什么？你竟然看高悬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伫上帝的面前恭敬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赏赐阮，有勇士，嘛有备办将来要做上帝的罗卜的人。恁就是迄阵将来要接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做不了的工作的一群人。所以恁爱用清气的心，备办恁家己，要有好的品格，要有正直的心。因为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信用甲品格远过伊的能力。那这恁敢有同意？忠直真正伊的重要的特质受选的条件，毋是伊的能力，嘛毋是伊的社会地位，嘛毋是伊的财富。伫教会内底会当互教会受祝福的，就是一个欢喜完全尊主最大的一群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。主啊，虽然阮每一个人拢有投票权，但是今仔日阮所投票选的人是通过我祈祷安静所仰望你的。主，你若看最好，毋是我选的人一定爱对。主，你若看最好，伫阮多数的人同心合意，主，你就选择你所要使用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教会这30几年来，咱常常安尼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阮100个同心合力的兄弟姊妹。咱的教会个人已经到100人，超过100人来做礼拜。但是这个祈祷是咱的信仰的前辈约翰卫斯理牧师，伊讲求你赏赐我100个兄弟姊妹，是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，是什么拢唔惊，都只有敬畏上帝。是咱已经有100人，但是咱爱谨慎，今仔咱所选的人，毋是这个人甲我较好，是这个人，伊堪得伫正人的中间，来代表上帝，来管理这间教会。愿天父上帝照伊家己的心意，通过兄弟姊妹咱同心的祈祷。互咱的教会一代搁一代，咱中间我相信无人敢安尼讲，我是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；我是什么拢毋惊，敢若惊上帝。包括牧师，我嘛毋敢安尼大声喊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的民望，这就是咱的理想，这就是咱对教会的期待。主，今仔日我做未来，但是你帮助我甲阮的教会，慢慢改变。直到有一日，这间教会伫这个所在成长的囡仔，愈来愈清楚安尼坚持。这个世间的价值观念，毋是阮德堂教会的价值观念。阮要用阮的上帝做宝贝。今仔日的诗篇89篇以及这个约翰15章，这个中间拢在讲起受拣选的人，特别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，这句话是我伫新学院早暗拢在看的圣经节，因为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厅的正礼拜堂的12架的边啊，就是写这句圣经节，毋是我经历，是你经，毋是恁经我，是我经历。伊咧提醒所有将来要备办家己做牧师，真侪人拢讲因献身，好亲像咧高估一个去读新学院的人，伊真高贵的情操，但是新学院，伊爱每一个伫伊面前选择行这条路的人，清楚知影，伫因也未受感动之前，上帝将迄个善功、羡慕美好的尊荣的生命，迄种的感动，
放伫人的心内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陪伴咱的心。如果迄个时间若临到，上帝叫咱做伊的奴仆，咱爱亲像玛利亚讲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心尊主为大。”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所拣选的。诗篇89篇第30讲：“我所拣选的人。”耶稣伫约翰福音15章16节讲：“是我选你们。”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有真多十字架的祭坛，上帝的确会使用咱。咱做伊的囝儿不是偶然，有名分无名分，咱拢是为主来活。愿主甲咱三甲伫地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讲胜在，胜在，胜在。选举是作世俗的政治行为，但是咱该分别做成，或者个选择，真做一种信仰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称伊做会员好会。圣经讲，上帝伫伊的圣会中，伊伫分别做成的选民的会中，上帝有威严，伊比所有宇宙的生命更加通敬畏。愿咱常常用敬畏的心，今日上帝的礼拜堂，用敬畏的心尊主最大。愿咱伫伊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愿拢是你的奴仆，奴仆袂当管过主人。我嘛要提醒兄弟姊妹，如果今仔日你若受交代，伫过来4年做上帝的奴仆，请你会记得，毋通行伫上帝头前。我阁讲一摆，上帝的奴仆是跟对上帝的脚步，互上帝做头人，互上帝来掌管教会，互上帝来引导教会。每一个受选的人、受交代的人，最重要的责任，15章20节讲，教示人遵守上帝的话。中一个教会内底，第一，听羊群；第二，结果子；第三，就是用生命来见证，咱遵上帝的话，做咱脚前的灯，做咱路上的光。自古以来，伫上帝圣洁的选民的中间，拢是上帝拣选人。也这你愿意吗？若有一日上帝甲你讲，你日子行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，也这你愿意甲耶稣讲阿门吗？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无论你交代我什么种的积分，我拢感觉极其欢喜。有名分无名分，主，我永远要为你来活。所以这段话咧讲起受拣选的人有3种的工作，伫今仔日咱这个圣洁的团体内底。约翰福音15章17节讲，恁着彼此相听。15章16节第2段，伊讲恁着爱去结果子，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。所以中级上少这3项，就是用听来连接上帝的教会。第二，用生命来做见证，然后互人通过你的祝福，因着真侪新结出的初熟的果子。第三，常常为了教会做守望祈祷。愿主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勇敢甲主祷告。主啊，求是赏赐阮12个，毋是100个，12个忠心。咱的教会嘛毋是故意的，嘛毋是凊彩。咱的教会对
几年前，咱就开始有5个长老，7个执事，凑拄敢加起来都12个，亲像耶稣的学生有12个。这是一个真水的数字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这12个人，伊应该爱亲像圣经的记载，诗篇89篇第6节。因伫上帝的正经字的中间，因特别亲像上帝。阿们嘛。伫咱的中间，咱要经真正真心真力，要学习耶稣，亲像耶稣，亲像天父上帝。咱用这段圣经来做咱的祈祷，讲：主啊，阮中间每一个人，拢要亲像阮的主耶稣基督，包括今仔日受竞选的、受交代这12个人，因拢要拼命尽力。活出耶稣基督的形，照着圣经的教示讲，因伫上帝正经字的中间，要亲像因的老爸天父上帝耶和华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愿咱的教会谨慎持守，和约翰卫斯理牧师伊的祈祷，名正做咱恭敬的祈祷，经出心中的人，听上帝。敬畏上帝的人，咱经出听上帝、敬畏上帝的人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毋是啥物人叫你投票啥物人，你就照安尼去投票啥物人，是你心中圣神感动你，然后咱看见，伫咱中间，什么人是上听上帝的人，也这无简单的。这种的邀请，但愿上帝圣神帮助恁，咱的教会彼此相听。恁中间有人甲我讲，牧师拜托你，莫甲我的名放伫受选的名单。我只有答应刘克龙老师，剩的拢无答应。我有较偏心无？无，因为这是责任。毋是牧师说了算，对吧？也这毋免惊。如果上帝若要将大头放伫你的肩胛头，日子如何，力量就如何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每一个人拢听一间教会，每一个人拢伫这间教会，用敬畏上帝，咱同心来去做上帝的教会。和这间教会会通刊得叫做圣会。顶礼拜我嘛有甲恁讲，这本册叫做啥？圣经。这间礼拜堂叫做啥？圣殿。咱这群人叫做啥？圣会圣徒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，咱无一个人例外。对今仔开始，咱拢用清气的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咱伫伊面前恳求上帝，咱同心讲上帝，阮愿意，你做决定，主管愿意，你做决定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掌管，兄弟姊妹，少用自己的方法。我伫恁的面前，我敢讲，伫这个方面，我有持守我的原则，我真少。用我的语言去影响恁，刘牧师，你拢有讲道，是，我希望讲道的圣经影响恁，毋是我个人的人际关系影响恁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知影，使命比荣誉感更加重要。这礼拜牧师有伫咱的来族群，用提摩太前书第3章，互恁做代祷。兄弟姊妹，伫迄个所在讲起，人若羡慕善功，迄段圣经有2种的意思。第一种叫做荣誉感，兄弟姊妹，咱愿意背十字架有荣誉感，这是好的代志，免歹势。一个人愿意伫上帝的教会讲主啊，我愿意，这是好的代志。
因为这是一个咱对这个神圣的这份一种的尊重、荣誉感。对今仔日到将来，咱来永远保持，因为敬畏上帝有这种的荣誉感。但是，佫有另外一种的意思，谢木山讲的意思就是，我愿意着磨，我看上帝交代我的工作最重要、最水宝贝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亲对耶稣。圣经记载讲，伊取了罗卜的形象。伫教会耶稣讲，什么人要做头人，伊就爱先做服侍人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减少用咱的方法，较济用耶稣的方法。互咱的教会是一个敬畏上帝、尊重圣会、尊重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是一群福气的人，咱受上帝的拣选。耶稣讲，恁就要完全亲像恁的天父上帝。咱是受上帝所拣选的人。今仔日，咱中间嘛有12个人。要受交代，请会记得，当上帝将迄个十字架放伫恁的肩胛头的时，第一，爱过圣洁的生活；第二，爱有正直的心；第三，爱因为听上帝的教诲；第四，凡事诚实。这就是上帝的本质，咱当心来祈祷。听人祈祷的上帝，但凡听到你的话，我们要恳求圣神来主持今仔日的选举。我们将下面一个过程对主你讲，主你掌管，主你选择。我咱来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